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11月30号。今天开始，我们的读经的次序就进入到第2年 Year B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17节到19节，撒迦利亚书13章第1节到第9节，启示录14章第6节到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为主而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为基督而受害的人必蒙受上帝的恩福。是的，基督徒的生命确实不容易的，宣教的路也不是容易的路。有一首基督世主的诗歌，叫做《不是一条义路》。诗歌谈到了基督徒的生命道路不容易，但是我们有主同行，因为有主，我们就有平安喜乐。歌词这样写道：不是一条义路，但有主与我同行，因他我们有平安喜乐。不是一条义路，不是一条义路，但有耶稣伴我同行，光照我的旅途，担负我身上的重担。不是一条义路，试探烦恼常遇见，人生旅途是迷惘危险，但有耶稣绑背，牵我走平安大道。崎岖不平，唯有主能修平。不是一条义路，不是一条义路，但有耶稣伴我同行，光照我的旅途，担负我身上的重担。撒迦利亚书13章第1节到第6节提到了上帝要赐给大卫的后代，以及耶路撒冷的著名一个水泉。这个水泉最主要是要给他们可以洗除他们的罪和肮脏的身体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上主万军的统帅说，在那天我要为大卫的后代和耶路撒冷居民开一个水泉，把他们的罪恶污秽洗涤干净。在那天我要把偶像的名字从这地除去，没有人再记得他们。我要除灭自称为先知的人，也要把拜偶像的意念除去。如果还有人坚持说预言，他的亲生父母要告诉他必须处死，因为他声称在为上主说话，实际上是在说谎。他说预言的时候，他的亲生父母要把他刺死。在那天再也没有先知会为自己的异象夸口，也没有先知穿着粗毛衣欺骗人，他反而要说，我不是先知，我是农夫，一生都是种田的。如果有人问他，你胸口上的伤是怎么来的？他要回答说，是在我的朋友家受的伤。他们都不敢承认，这些假先知们在乱世的时候违背上帝的旨意，顾左右而言他，他们的生活真是苦啊。
先知撒迦利亚又继续说，上帝要兴起刀剑，来攻击上帝的牧者以及同伴，使得羊群四散。先知的话这样说道：上主万军的统帅说，刀剑啊，醒来吧，袭击为我做工的牧人，杀了牧人，羊群就四散。我要击打我的子民，全地2/3的人要死亡。我要考验那残存的1/3，使他们纯净，好像银子被火炼净一样。我要试验他们，像试验金子一样。然后他们会向我祷告，我就垂听。我要告诉他们，他们是我的子民。他们要承认我是上主，他们的上帝。这一段经文其实是不太容易了解的，但是基本上它这个是提到了末后的审判，一个末后的预言。经文的重点提到了要使他们纯净，好像金子、银子被火炼净一样。最后先知又说，他们要承认我上主是他们的上帝。这是因为他们先前离开了上帝的正道，违背了上帝的道路，因此才有前一段所记载的有假先知之乱。天国的福音是要传给世人的。启示录14章提到了3个天使的工作。圣经这样告诉我们：我又看见另一个天使在空中飞着，他有永恒的福音，要向世上各国家、各部落、各民族和说各样语言的人宣布。他大声说，要敬畏上帝，颂赞他的伟大，因为他审判人类的时候到了，要敬拜那位创造天地海和一切泉源的主。第2个天使跟着说，倒塌了，大巴比伦倒塌了，他拿那淫荡的烈酒给万民喝。第3个天使跟前2个天使大声说，谁拜那兽和兽像，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的，也得喝上帝的烈酒。这酒是未经冲淡，倒在他义愤的杯中的。他们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受烈火和硫磺的酷刑。那折磨他们的烟永远不停地往上冒。那些拜那兽和兽像以及接受他名号的印记的，日夜不得安宁。因此那些服从上帝命令忠于耶稣的上帝子民需要有耐心。我又听见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把这话写下来，从今以后为主而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回答，是的，他们将结束劳苦而享安息，因为工作的成果随着他们。约翰在启示录提到的重点是这样子的：从今以后为主而死的有福了。又有圣灵的声音说，是的，他们将结束劳苦而享安息，
因为工作的成果随着他们。这就让我们进一步回顾到耶稣基督的教导。他说：那不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着我脚步走的，也不配跟从我。那想保存自己生命的，反倒要丧失生命；那为着我失掉生命的，反倒要得着生命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将我们的目标定在追求永恒的生命，而不是要保全现在的肉身的生命。诗篇第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以色列的牧者，你领的约瑟的后代如领羊群，求你垂听我们坐在基路伯宝座上的主啊，求你发出光来，在以法莲、便雅悯、玛拿西面前，求你彰显你的大能，求你来救我们。上帝啊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显示慈爱，我们就能够得救。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你不满你的子民的祷告要到几时呢？你使我们拿眼泪当饭吃，给我们喝一大杯泪水。你让邻国在我们的领土上征战，我们的仇敌任意愚弄我们。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显示慈爱，我们就能得救。求你庇护你所建立的国家，保护你为自己所拣选的子民，我们绝对不再背离你。你让我们存活，我们就颂赞你。恳求上主帮助我们坚持走在上帝公义的道路。求主帮助我们愿意追求为基督的义而放弃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如同主教导我们的，愿意为主而放弃生命，就必得到永恒的生命。求主赐福带领保守，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